连续较近啊，毋知要倒位佚佗，带乡亲来去踅美浓的永安老街。这美浓是高雄出名的客家庄，有90%的人拢是客人，这保存有真单纯迷人的农村的景致，像讲客家衫、古迹、东门楼等等。佮继续行有美浓的油纸线彩绘体验，四界拢充满着客家风情。看到油纸线，就知影来到美浓啦。也就40外档历史的龚进成纸线，这线面有画图甲题字，将每一支线变甲非常水。这只是美浓吸引人的其中一部分。美浓的第一街永安老街，正经是美浓上界闹热的商业区，号名叫做永久安居的意思。沿着美浓河的老街咧，这厝大部分已经拢有改建过，但咱详细看会发现到，伫现代楼啊中间，还阁看到几栋的红砖啊老厝。而那些布料顶面有天这花布起嚟，让人感觉有高的客家风情味。师傅真专心的画衫，坚持顺手工，和传统的客家技艺当保存流传。一共85档的银行行，老街唯一的那3店，嘛见证美浓永安老街兴败。嫁女儿还是要娶媳妇，都是要来这边办嫁妆，什么东西都有，你要买什么都有啦。1902年所起的美浓警察局驻所，伫个一地时期是美浓地区重要的治安中心，即卖已经转型做游客服务中心。但是伊的外观依然是将这巴洛克日式的建筑保存甲非常好。永安老街一路行落去，看到这大牌楼才伫个街口的清朝兴建到即卖，当年保卫家园城门，即卖摇身已经变成是古迹。美浓永安老街不仅像当地客人的素影，单纯朴实，人情味十足。